原计划在嘉华这边现场直播售卖3天，然后昨天直播了1个半小时，来了很多热心的老铁，从咸宁过来的，从大冶过来的，从阳新过来的老铁，直接买走了80%，还剩20%。现在这是零零散散的一些电视柜、茶几、床头柜，还有餐桌、酒柜等等一系列的物品，都不能配套全屋家具，所以我们把它集中拉回仓库现场处理。仓库里面物品比较多，可以挑选的比较全面一点。像这些家具都是白蜡木、胡桃木、橡木、樱桃木，还有香兰木的一些家具。有用得上这些物品的，可以来电挑选。我们今天把它全部拉回仓库，谢谢大家。逝去了的夢